日啊，美国过万圣节，也过今年的金龟真细粒，这是因为受气候反常也个科幻影响，今年的金龟唔那细粒，产量嘛真少，都面对怨叹讲今年的收成有影真歹。另外，美国的柳丁嘛是受气候影响，也个病虫害影响，产量减少，继续大起。迎接万圣节，为美国白宫到英国的动物园，拢布置真侪金龟来庆祝。金龟的市场需求是真大，不过美国中西部种金龟的农民今年所抢袂出来，因为最近靠旱，水分的供应真无稳定，冲击到金龟的产能。 We found out pretty early in the year that our reservoir supplies were pretty low, and we were only going to get about half the water we normally get on a normal year. 一个为科罗拉州来的种金龟的农民讲，后来伊决定把种金龟的数量减到英国的5-6成。不过嘛有其他种金龟的农民讲，欠水地区收成歹，金龟嘛因为安尼变较细粒。I think that affected the prices and the shortage of pumpkins this year. 种金龟的农民讲，因为今年金龟的产量减少，加上燃料、甲人工等各项成本因为通货膨胀来起价，致使今年市场金龟的价格比往年较贵。而且起价毋但是金龟尔，受到极端气候甲病虫害的冲击，美国、巴西、墨西哥等主要柳丁产区的产量嘛受到真大影响。致使纽约柳丁节机会介绍，10月31日捌创下一磅4.17美金的历史新高，了后落到一磅3.83美金。 不过今年以来，柳丁节机会介绍，起的幅度已经有到9成。公司新闻，张惠敏编译。